当时5日，这总统赖清德去到新竹，和新住民做伙来包外国葬，感谢这些人对台湾的贡献。也那赖清德嘛保证讲，一定会继续来照顾台湾的新住民。5日这一天，总统赖清德发布进前去新竹县新社社会影片，甲来自各国的新住民朋友欢庆佳节，佮亲亲动手包新住民的故乡葬。大概用1个半的汤匙的糯米，随着这个发酵液呢，给它铺平，这样铺平。我还有个小皮带。报告，总统完成了，各位。全到。对，然后按一按。体验包越南西藏、加马来西亚的娘惹藏，佮去参观社区，关心老大人承诺继续照顾新住民伫台湾的生活。当然，你们来到台湾，对台湾社会所做的贡献，我都很感谢大家。那我现在当总统啊，我一定会好好做，好照顾每一个族群。另外，去花莲民众党主持的国天，在当地半陪环球站，佮请民众收听党博观光。还有吃什么都好吃的，这个平常有什么南部粽、北部粽，不过今年我们到花莲来，那就挺这个东部粽。台北市长蒋万安抛出趣味影片，拍开冰箱拢是粽，问心人来到冰箱也是真热热，所以这个月菜色拢准备好啊。台中市长罗秀燕挑战蒙切各地环球酱，要找出甲粽上高大口味。These are alkaline rice dumplings served with ice. We also eat it with honey or sugar. 你看加，对吧？赞。国务部长林佳龙也把握机会，用英文向国际编辑介绍艋舺有名的机藏兵宣传上赞的台湾特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